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時事娛樂睇。開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點讚同睇完後留低你嘅睇法。咁我哋立即開始。今日繼續同大家跟進美伊衝突嘅最新發展。上條片我哋講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禁止任何船隻進出伊朗港口。呢一個舉動唔單止影響伊朗，仲直接衝擊中國。因為中國係伊朗石油嘅最大買家，每日入口超過100萬桶伊朗原油。今日呢篇分析文章就專門講中國嘅立場同應對策略。文章標題好直接，中國唔會接受美軍嘅海上攔截。今日我哋用中肯角度睇下點解中國唔會讓步，美國嘅封鎖有咩漏洞，同埋陸路運輸點樣成為伊朗嘅救命草。首先 recap 下事件，美伊代表團喺巴基斯坦談判21個鐘，最終不歡而散。特朗普隨即宣布，由4月13號朝早開始，美國海軍會阻止任何船隻進出霍爾木茲海峽。佢嘅理由係伊朗喺海峽布水雷，向經過嘅船隻收通行費，係對全世界嘅敲詐勒索，美國唔會接受。特朗普話已經指示海軍喺國際水域搜尋並攔截每一艘向伊朗繳納過通行費嘅船隻。任何支付非法通行費嘅人都唔會喺公海上獲得安全通行。美國仲會開始清除伊朗布下嘅水雷，任何向美軍開火嘅伊朗人都會被徹底摧毀。但係文章作者提出一個好有力嘅反駁：美國憑乜嘢霍爾木茲海峽部分水域喺伊朗嘅領海範圍內？伊朗認為自己擁有完全主權，有權收取通行費，亦都有權拒絕敵對國家嘅船隻通過。伊朗嘅立場係民用船隻可以通過，但美國同以色列嘅軍艦唔可以。換句話講，伊朗只係針對敵人，唔係針對全世界。但係美國嘅做法係唔單止自己唔通過，仲唔准任何同伊朗有貿易嘅船隻進出。呢個就好似作者嘅比喻，車主為咗防止駕車被偷，加咗一把鎖，偷車賊唔滿意，自己再加多把鎖，結果車主自己都用唔到架車。美國嘅行為本質上係海盜作風，用軍事霸權強迫伊朗免費開放海峽。文章嘅核心分析點係中國嘅角色。根據公開數據，伊朗每日出口原油約220萬桶，當中超過90%運往中國，即係話中國每日從伊朗入口接近200萬桶石油。2026年2月嘅數據顯示，中國平均每日接收138萬桶伊朗原油，佔伊朗海運出口嘅80%以上。所以美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表面上係打擊伊朗，實際上最大嘅受害者係中國。如果中國船隻接受美軍海上盤查，甚至被攔截，呢個唔單止係經濟損失，更加係國家尊嚴問題。文章好明確咁講，中國唔會接受美軍嘅海上攔截。咁中國可以點做？文章提出2個替代方案，第一個係陸路鐵路貨運。2025年2月，中國已經開通咗一條中國西部、中亞5國伊朗嘅全新物流通道。呢一條鐵路經過中亞，避開咗海上嘅美國軍事力量。相比傳統海路運輸，陸路可以節省大約半個月時間。而且沿途經過嘅國家包括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等，都唔係美國嘅盟友。換句話講，美國冇辦法用軍事力量阻斷呢一條路線。當然，鐵路嘅運量遠遠比唔上油輪，但至少可以保持一定嘅石油供應，唔會完全中斷。第二個方案更加長遠，就係伊朗同巴基斯坦之間嘅陸地石油管道。其實早喺2019年已經有報道話，伊朗同巴基斯坦正規劃一條陸地油管，伊朗嘅石油可以經巴基斯坦運去東亞同東南亞，而呢啲地區正正係伊朗石油嘅主要客戶。如果呢條管道建成，巴基斯坦嘅沿岸港口就會成為新嘅世界石油轉運中心，徹底避開霍爾木茲海峽同美國海軍嘅封鎖。當然，呢個項目需要大量資金同時間，唔係即刻做到，但係佢代表咗一個方向。美國嘅海上霸權唔係永遠無法挑戰。文章仲提到一個好重要嘅觀點，美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本身係一把雙刃劍。美國之所以急於同伊朗談判，正正係因為伊朗封鎖海峽導致全球能源價格上升，而美國中期選舉年，高通脹對特朗普政府構成巨大壓力，特朗普想重開海峽，但係伊朗唔肯讓步，於是美國就自己封鎖，等於我唔用，你都唔准用，但呢個做法只會令油價更加高。
最終受害嘅包括美國消費者。所以作者形容，美伊互相加碼，但係雙方都有唔能承受之重。對於中國嚟講，佢既唔會接受美國嘅海上霸權攔截，亦唔會樂見伊朗向美國霸權低頭。事實上，中國喺幕後一直扮演緊調停角色。今次美伊能夠喺巴基斯坦坐低談判，中國據報曾經發揮影響力，遊說伊朗重返談判桌。中國嘅目標好清楚，佢唔想中東大亂，因為亂咗會影響石油供應同埋一帶一路嘅安全。但同時佢亦唔想美國完全主導中東局勢，所以中國會繼續推動雙方各讓一步。例如美國放寬封鎖，伊朗暫停濃縮鈾活動，換取一個臨時解決方案。我哋再深入分析一下美國封鎖令嘅實際執行細節。美國中央司令部嘅聲明話，封鎖會對所有國家進出伊朗港口及其沿海地區嘅船隻一視同仁，包括阿拉伯灣同亞曼灣嘅所有伊朗港口。但係對於經由霍爾木茲海峽往返非伊朗港口嘅船隻，美軍唔會阻礙佢嘅航行自由。呢個區分好重要，即係話如果你架船唔係去伊朗港口，而係去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等其他國家，美軍唔會搞你。但問題係點樣分辨一架船係去伊朗定係去其他地方？如果架船喺伊朗港口裝完貨，然後話自己係去阿曼，美軍信唔信？呢一啲執行上嘅細節好容易引起衝突。另一個關鍵問題，美軍敢唔敢攔截中國船隻？中國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強大嘅海軍力量。雖然中國海軍遠洋能力仲未及美國，但喺霍爾木茲海峽附近，中國經常部署護航艦隊，保護商船免受海盜襲擊。如果美軍試圖攔截一艘有中國軍艦護航嘅油輪，呢一個就好可能引發軍事對峙，甚至擦槍走火。美國會唔會為咗封鎖伊朗而同中國正面衝突？我認為機會好低。特朗普嘅主要目標係伊朗，唔係中國，佢唔會想同時開闢兩條戰線。但另一方面，美國亦都唔會完全無視中國船隻，佢哋可能會用查驗嘅名義，要求中國船隻停落嚟接受檢查，確認冇運載違禁貨物，或者向伊朗繳納通行費。如果中國船隻拒絕，美軍會唔會動用武力？呢個就係最危險嘅地方。所以中國而家嘅策略，一方面係通過外交途徑向美國表明立場，另一方面係加快陸路運輸嘅開發，減少對霍爾木茲海峽嘅依賴。文章提到一個好有趣嘅歷史類比，美國指責伊朗收通行費係海盜行為，但係美國自己嘅行為又算乜嘢？事實上，美國長期以嚟憑借佢海軍艦隊控制咗全球80%嘅海洋。佢可以隨意封鎖任何國家嘅港口，可以隨意檢查任何船隻，可以隨意喺別國領海附近進行軍事演習。呢個唔係海盜係咩？只係呢個海盜着住西裝，打住領帶，自稱世界警察啫。伊朗嘅行為充其量只係喺自己嘅領海範圍內維護主權，美國嘅行為係跨越半個地球嚟剝奪一個主權國家嘅貿易權利，邊個更加霸道，一目了然。對於香港人嚟講，呢一場美伊角力有咩啟示？第一，國際社會仍然係拳頭大就話事，美國可以無視國際法，單方面封鎖一個國家，因為佢有最強嘅海軍。聯合國安理會特朗普根本唔放在眼內。呢個就係現實。第二，中國作為崛起中大國，正面臨越嚟越大嘅外部壓力。美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某程度上都係想測試中國嘅底線，你敢唔敢同我硬碰？第三，陸路運輸嘅戰略價值越嚟越高。香港雖然係港口城市，但係都要留意，如果海上航線被切斷，陸路同鐵路會成為重要嘅替代方案。呢個對於國家安全同經濟穩定有好深遠嘅影響。我個人分析認為，美國今次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政治意義大過實際軍事意義。特朗普想向伊朗展示我話封就封嘅決心，同時向國內選民展示佢對伊朗強硬。但實際上，美軍好難完全封死所有進出伊朗嘅船隻，尤其係當中有中國、俄羅斯嘅船。而且封鎖時間越長，美國喺國際社會嘅孤立程度越高。而家連英國、法國都唔支持封鎖，土耳其、俄羅斯、中國更加係反對。長此落去，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企咗喺全世界嘅對立面。未來幾日嘅發展好關鍵。
一方面，美伊雙方可能會重返談判桌，因為大家都有壓力。伊朗需要石油收入，美國需要油價回落。另一方面，中國會繼續喺幕後斡旋，希望雙方各讓一步。我估計最終嘅解決方案可能係美國放寬封鎖，容許中國等友好國家嘅船隻進出；伊朗暫停喺海峽嘅軍事部署，並且同意某種形式嘅國際監察。當然呢個只係猜測，實際發展要睇雙方嘅政治智慧。我會繼續緊貼事態發展，有任何新消息即刻同大家更新。希望大家喺呢一段動盪嘅時期保持理性，唔好盲目恐慌，同時都要認識到國際政治嘅殘酷現實。弱國冇外交，拳頭大就係道理。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我哋要支持國家維護自身利益，同時都要為可能嘅經濟衝擊做好準備。大家都嚟到最後啦。未訂閱點讚嘅朋友，請訂閱點讚，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